来乡亲啊，这个杭州的亚运，咱个有选手摕到金牌咯，都是花轮出兵的项目，自由式速度贵中的决赛。19岁选手刘巧思摕下一块金牌，另外一个选手丁宇恩是摕铜牌。刚刚表现其实有一点点失常，就是预赛的时候，但是一比完我就赶快调整心态，然后决赛也比较有信心这样，所以就有达到目标啦。那在决赛的部分，我觉得稍微有点小可惜，但是就是之后面还有亚锦赛还有世锦赛，就是汲取这个教训，然后在未来比赛可以再把奖牌拿回来。刘巧思这块金牌，嘛是台湾的第13块金牌。讲这两位选手的身心的状况，伫个亚运进前拢无介好，但是两个人总是会互相来鼓舞，总算是做伙行出来了。说落来，因将要来挑战到亚洲锦标赛甲世界锦标赛，要继续来拼出着好成绩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